發畢業證書。首先請6A 班班主任李永山老師宣讀6A 班畢業生名單。陳浩然、陳家豪、謝耀權、鄭之陽、莊子賢、朱楚瑤、黃新宇、林淑苑、林慧欣、李嘉慶、梁子琪、梁子珊、李傑、凌國軒、羅雪兒、呂兆成、羅淼、阮翠晶、司徒子陽、曾建恩、謝巧彤、葉海瑩、余嘉欣、程萬里、曾子森、李子欣、江浩庭。恭請主禮人有唔有慈善基金主席莊學希先生頒發畢業證書？請6A 班羅淼同學代表接受。請主禮團移步到台前，陪同6A 班畢業生一起拍照留念。6A 班同學，請主禮團就座。請6B 班中文科任陳少鵬主任宣讀6B 班畢業生名單。6B 班畢業生嘅同學有陳俊響、陳俊佳、池貝賢、馮心怡、何善婷、許家坤、郭永欣、鄺興雄、林澤亮、林兆峰、李嘉怡、吳新權、沈子成、蕭樂怡、蘇柳容、蘇文俊、蘇思琪、譚敏欣、鄧慧敏、謝巧南、徐詠芝、黃葉星、余俊軒、林宏豪、葉華希、曾瑞斌。恭請主禮人莊學希先生頒發畢業證書，請6B 蘇柳容同學代表接受。請主禮團移步台前，陪同6B 嘅同學一齊拍照留念。恭喜6B 班嘅同學，請主禮團就座。請6C 班數學科科任許以玲主任宣讀6C 班畢業生名單。陳靜怡、陳浩文、陳奕恒、陳詠詩、張小晴、蔡佩佩、莊子玲、鍾佩成、何志雄、梁啟泰、廖慧玲、陸詠賢、馬子瑩、馬成康、莫曉穎、莫喬傑、吳楚瑩、彭子倫、孫嘉晴、施嘉琪、譚銘雄、鄧卓維、杜宇亨、湯潔如、黃曉彤、黃浩燕、黃海林，仲有余欣能。恭請主禮人莊學希先生頒發畢業證書，請6C 班張小晴同學代表接受。請主禮團移步到台前，陪同6C 班畢業生一起拍照留念。
同學，請主禮團就座。請6D 班班主任吳國英老師宣讀6D 班畢業生名單。陳浩恒、陳子漢、張錦斌、程鴻燊、郭澤泰、郭澤堂、郭麗珠、黎寶儀、劉家聰、梁麗儀、李建輝、李子欣、羅之賢、蘇柔安、譚瓊玉、譚偉平、曾浩威、余雪清、温喬森、黃海輝、黃海潤、黃安琪、黃玉雪、胡家浩、曾文林。恭請主禮人莊學希先生頒發畢業證書。請6D 班曾文林同學代表接受。請主禮團移步台前，與6D 班畢業同學一齊拍照留念啊！恭喜6D 班同學，多謝莊學希先生，請主禮團就座。